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这届议会定期大会上受争议的预算，就是市府经发局补助公测会办理新开源电信机的计划2698万一案。结果23读会最后一天的联审，未少议员对着经发局只知影补助公测会，却无权过问相关的预算。甚至这期充满人事抽样的色彩，会中积极来反对，加上最后因为保留发言的议员未赴翻案，议长郭信良雄雄讲推，才是维持连审意见，只保留1000块，对此支持加反对的议员纷纷表态。这个预算被删减之后，剩下1000块保留科目。事实上有9位的议员保留发言权，当然有2位有持不同的意见，那至少有7位民进党议员是全力要护航这笔预算。但是我们这段时间看不到经发局，也看不到公测会对于这7个议员是不是应该帮他们提修正动议，来让他们保留发言权的同事来做签署，甚至也可以去做那个胜方的沟通。就是当时在连续审查删除预算的那些议员是属于胜方，是有权利去帮这个经发局、公测会他们提复议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删除之后，他们完全无动于衷，那等着议员义务性的帮他们复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可以取的。公测会其实行之有年，从台南市过去20几年来，其实都有公测会。那其实全台湾各县市，除了台北市以外，甚至邻近的一个高雄，已经也成立了公测会。所以可以说，公测会在不分蓝绿的一个县市，都有这个它的设立。那我们从这个方向，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说，公测会其实本身就有它的功能性。其实这个我们公测会包括招商、辅导产业的一个升级。那其实见微知著，从这边就看得到，公测会平常其实是有在认真工作的。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党团也期待，那可以让公测会的预算在这个下一次的临时会能够顺利的过关，让我们台南市的招商的状况可以更加的活络，然后我们产业升级，然后才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大家过好生活。面对议会大动作删掉公测会预算，其中有位特上午强调，现在当做就是伫临时会甲预算重新向议员好好说明澄清，并且落实人员的考核来向社会交代。基本上从过去的公测会到现在的公测会是往好的方向走，也就是往真正落实服务厂商，而不是只是政治酬庸的方向走。所以公测会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相当程度的节制，包括它的人员的薪资已经几乎打了将近6折吧。然后里面的一些设备10几年都没有更换的电脑设备，我们也打算在新的年度来做一些更换。那未来当然是要落实一些人员的考核，不过目前为止，这个现在的可能都必须要等临时会的时候再把那个预算再重新再跟各位议员好好的说明，能够让他们了解公测会并不是像外传的说什么网军啊，或者说所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伫遮由市长负责公测会，市长进一步表示，因为现在全台湾除了台北以外，连高雄拢重新成立公测会，所以强调该会也是有存在公正性，并不是外界所传的负面形象。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日前开宣传车前往立委林俊宪总部落剪贴的立委候选人陈志孝，上午再次回到总部头前。也让看到警方早伫现场进驻维安。陈志孝表示，伊要制造无理性的冲突，利用环保等一连串的议题来检验现任平台。特别南部空气污染这么严重，不过这期立委林俊宪却无相关的作为，等等让空气污染防治法愈修愈害。上午再次递交剪贴。中华民国
108年12月11日10时20分。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提出来的这个空污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根据林俊宪委员他的从前的承诺，我们一一的来检验。那我们发现说，他不但没有往那个方向做，反其道而行。其实我觉得这是检验政治人物最好的方式。好，那我当然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参选人啊，然后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运动者，我希望说，在整个选举过程里面呢。当然我们要提醒媒体注意，但是我希望用的方法呢，就是用这种议题讨论的方式，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林俊宪委员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权贵的立委，是人民的立委，那他就必须要回应这些公众的议题，这些攸关于台南市的市民的健康的问题。另外，南部反空污联盟发言人李建成嘛到场支持陈志孝行动，邀请大家爱早着定位参加12月15号伫高雄所举行的反空污大游行，关心家己的健康。因为现在全球的对抗气候变迁的活动，都请大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带出来，要带出来干嘛？就是敲醒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直在沉睡，一直在装睡，一直在装死，所以我们希望要大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出来敲，然后把这个政府敲醒。来，敲一下。那建成就请你敲一下吧。对此，立委林顺贤竞选总部有望维持进前零处理的态度，认为候选人选举过程难免会有作秀，尊重伊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台南新闻顾文吉、林庚采访报道。恭喜我们的丁吉正式完成。伫市长黄伟哲甲在地侪议员的陪同见证，礼厅的整修，佮完成了怀体、怀恩两个顶级的环境。甲是南区殡仪馆兴建到达已经超过30档，建物老旧，互商家感觉欠缺庄严，所以使用上拢需要加开钱来补地。对民众来讲，除了造成额外开销，典礼结束以后的废弃物嘛是环境负担，所以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嘛积极整修，以简洁实用为原则，要将所有礼厅分年来改善。这个丁吉礼厅已经从民国72年到现在民国108年，已经36年了，所以已经到了一个需要一个整理的时候，尤其它使用率是那么频繁，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市府来这个用经费来做一个整修，觉得是有其必要性。那当然整修的经费，我们希望也是一切从简，能够让仪式做到简单隆重。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说，不管内部的布置，都让商家不需要再多花很多钱来做一个治丧以及布置的事宜。那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除了电子挽联，还有内部的吊饰布置这些部分都能够。一切能够简单，那也让这个亡者能够有尊严的走，然后生者跟家属跟来宾，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比较相对舒适、相对好的环境里面来完成这个治丧的事情。老旧的建物就亲像人的清查同款，除了换新助力新生命，卖当延长使用效能。特别是有的20几档内拢无冷气的，迄个是无禁烟的，迄个是空间无够的。市府强调，拢会一步一步改善，经数时来打击民众需求。台南新闻顾文吉、林庚采访报道。斯洛伐克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夫妇，伫今年国庆连假的期间，因为私人造访行程、参观指定化石馆以及指定图书馆了后，深深受到感动，主动提出希望会当定期到指定为囡仔画读斯洛伐克代表夫人所翻译的儿童绘本《慕祥印卡》这本册，希望借此向小朋友传达环境保育的重要。用鼻子把地上的苹果推向小熊。跟大家一起享用苹果大餐，一家子心满意足的，然后走回了森林。会选择来到指定举办绘本共台活动，斯洛伐克代表博塔文表示，这看起来亲像是偶然的安排，其实拢是有着故事的。
Vlastne tak, ako sme prišli do tejto oblasti Zhuozheng, to bola jedna veľká náhoda. Ale nikdy neexistujú náhody. V podstate to bola taká určitá skutočnosť. My sme poznali vďaka mojej manželke, ktorá prekladá z tajvanskej knihy do slovenčiny a naopak, z detskej literatúry, sme sa dozvedeli, že je jedna veľmi významná spisovateľka detskej literatúry pani Wang. A tá pochádza odtiaľto, to je jej rodné mesto, a ona nám vlastne Zhuozheng predstavila. 我们第一次夜访左镇图书馆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惊喜，简直是惊艳。我们没有想到，在远离城市这么远的地方，远离大城市的地方，有这么现代化的图书馆。我们一看到，真的就感觉到左镇的领导们就是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教育，注重孩子们的读书。我们一看到这里，就说台湾真的未来希望。特别前途特别光明，这样对待未来的下一代，这样为他们教育，给他们开辟这样明亮的道路。所以我们感到就是对孩子们的关注，这是左镇人们就是最有前瞻性的这个决定。台南市副市长王时思嘛特别出席活动，表达支持，嘛希望囡仔透过这次的活动，增加国际视野以及国际竞争力。对小朋友来说这件事很重要，我想对城市来说，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人来到台南，也让小朋友认识说啊，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大，那有这么多不同的人，那不管从哪里来的人，我们都可以本着这样童书的初心，那交换彼此的故事，交换彼此的历史，交换彼此的背景，那也因此变成这样的好朋友。那也很期待说，以后小朋友。长大以后都会记得说啊，他在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斯洛伐克的故事，然后认识一个这个很多城堡的国家。市府方面嘛安排新闻处国际关系科长陈怡君变身故事姐姐，向小朋友讲《瓦比与沙比》这本册教导囡仔保护大自然的重要，呼应慕祥印卡这本册的理念，嘛希望由此展开甲斯洛伐克交流的起点。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画面当中看到的小提琴家，就是当年住伫欧洲的音乐家陈奕迅。虽然人拢伫国外，但是因每一年拢会返来台湾进行演出。伊也甲日本的钢琴家天田哲平组成亚力格二重奏，为了让台南的乡亲会使享受到音乐的美好，现在也将要伫15号飞石楼举办演奏会，要予观众一场难忘的表演。大家好，我们是另外一个 Dissimo。
大家好，我们是多啊Legitissimo，我们是亚力格二重奏，我们是住在维也纳的音乐家，然后这次特别来到台湾，做一个巡回。之前先在日本做的巡回，台湾将会有6场演出，然后其中一场呢很特别，是在台南。说台南是一个文化之都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在Is it 2012? 2013年的时候曾经来到台南演出过，然后感觉非常好。事隔多年，我们想要就是经过朋友的介绍，然后我们觉得可以再来试试看，然后来到这个文化之都，然后这里人都很 nice。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们很喜欢。那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台南人听。这届因早来演出作品主要是上新的专辑《跟着亚力格一起环游世界吧》，同时也有英国的奏鸣曲等精彩的作品。这一次呢，我们总共带来非常大量的曲目，因为我们要推行我们的第3张专辑，叫做《跟着亚力格一起环游世界去吧》。那这里面有20首曲子，然后因为是环游世界嘛，所以我们就会演奏多个国家的短的小品的曲子。那这次的曲目呢，除了在专辑里面很好听的曲子以外，还有加上一首非常长的钢琴小提琴奏鸣曲，是 Elgar 艾尔加一个英国的作曲家所写的一个奏鸣曲，非常好听，非常罗曼蒂克浪漫的。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台南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曲子是很少被演奏到的曲子。这届的演奏会结束后，也将会有一场交流会，要让观众会使甲音乐家近距离的接触甲互动。喜爱小提琴甲钢琴演出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演出。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迎接25周年的上河歌戏剧团，为了推出一出代表性的创作，同时会使鼓励众新的好戏，特别以观音来做发想，推出《红尘观音夜情人》的原创大戏。在经过4度的巡回后，来到台南举办上尾仔场，将要伫21号、22号文化中心来演出。这届除了精彩的剧情以外，舞台的效果甲道具，甚至是音乐，拢是邀请侪位的大师共同来合作。团长梁月玲也邀请民众做伙加入剧场，体验完全不同的歌戏。这一次25周年，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应该要推出什么样的戏？那我觉得其实，25年来上河歌仔戏剧团之所以可以存在，除了相关单位对我们的帮忙以外，我觉得最大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最大的贵人就是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那这些观众每一张票，每一次的募资。的加入，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可以持续下去最大的因素。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取之于社会，应该就要用之于社会。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为大家做什么事？那可以为大家做什么样可以利益大家的？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剧团，我想很久，做一个歌戏的演员，做一个歌戏的剧团，我会当做的代志就是做一个会当利益众生的大戏。这就是我会当做的代志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影响很深远。我就决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故事。我讲的不是宗教而已，我讲的更多的是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贵人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其实有很多好的贵人都在我们身边，那只是我们有时候忘记去珍惜。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要带给不论老少，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概念。那我在选这么多题材以后，我发觉《红尘观夜情郎》它的功能性，还有它的利益大众的这个性能还要好一点。那对我来说，这个25周年大戏才有长长远远持续下去的意义。这届演出的整市场也得到侪无接触过歌戏的少年民众的好评，歌戏的资深观众也感觉这部戏非常有深度，值得一看再看。我们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回响，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观众，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过歌仔戏，可是，在看完我们这一出戏之后，他们就说：“天哪，上河的戏原来这么有后坐力。”
他们看完之后，他们都感到内心非常的澎湃，然后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原来现在歌仔戏已经进步，然后已经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水准了。那老一辈的观众呢，他们可能是已经很资深的观众，因为他们可能歌仔戏已经陪伴他们很久了，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看过了很多不同的演出。可是他们在看过我们的这一出戏之后，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这出戏非常的有深度，然后也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看，因为非常的耐人寻味。所有的剧情呢，都值得你们看过好几次之后，来好好的细想里面发生的过程。这届的演出也是上河歌戏剧团暌违10几年转来到台南，相信这场精彩的大戏一定会使予台南的民众留下深刻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上新的医疗统计，大约有5成到8成的人罹患静脉曲张，而且这项疾病好发伫咧女性、肥胖、食薰，或者是徛久的人。症状的表现双脚会出现地图丝。患者进一步恶化，还会变成双脚水肿，上严重的，还有可能会截肢。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进展性、一个动态的，慢慢会越来越严重。那最初可能只是血管变得比较粗，后来会变成脚很酸，然后水肿，然后耐受性变差，走路走不远，爬楼梯没有爬几步就受不了这样。然后到最后甚至脚上开始会痒，抓破了以后就变成出现一些伤口。这个伤口不会好，因为血循变得很差，这样最严重可能甚至要到截肢啦。静脉曲张目前治疗方法，除了会当穿弹性袜，改善血液回流，或者是锻炼小腿肌肉。另外，也有食药啊，以及手术等方式。最早期这个毕竟还没有被大量的研究之前，认为它是感染，所以都是以清创的方式处理。那晚近的时候是以剥除术，就是用这个我们健保也给付的就是以这个钢丝穿入静脉把它抽出来。那因为这个抽的过程比较容易流血，而且就是疼痛感所以后来再进一步就有人发明用这个雷射的烧灼。那雷射之前其实还有微波烧灼了，不过雷射在能量的输出的控制上还有聚焦上更为稳定了，所以它目前变成我们治疗的另外一个主流这样。医生强调，静脉曲张是一个真容易被忽略的疾病。近来因为辅具、药物、观念甲技术的进步下，已经会当伫第一时间内得到妥善治疗。民众若是有步脚筋相关的症状，一定要赶紧就医，避免延误上好的治疗时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省大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林梦莹表示，人的胆甲胰脏系统因为位伫人体较深层的中心地带，相关的疾病较无容易被早期发现。亲像胰脏癌被发现的时，经常拢是较尾期，而且目前对着单胰岛疾病主要诊断甲检查，拢是透过腹部超音波，但容易受到胃肠道的气体干扰。现在透过内视镜超音波，就能进一步看清楚单胰岛的系统。大大提升诊断加治疗的准确度。胰脏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因为其高死亡率，往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让病患不胜唏嘘。传统的胆胰道检查是透过腹部超音波为主，辅以电脑断层及磁振造影为帮助。但是腹部超音波通常会受到肠胃道空气的阻隔，而有着影像成像上不清楚的限制。断层扫描及磁振造影则有着显影剂使用上的疑虑，因此内视镜超音波在胆胰道的检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成大医院目前，自2015年来，我们已经执行了超过800例内视镜超音波的检查，已经超过100例介入性内视镜超音波的治疗。未来透过海内外继续培训年轻医师执行内视镜超音波的能力，将可嘉惠更多台南的患者。林梦莹医师强调，目前内视镜超音波伫咧诊断胆胰岛的疾病加肿瘤的切片，拢有通过世界各国的认证，而且省大病院对2016年开始执行内视镜超音波的检查加相关治疗，到目前已经完成800例胆胰岛检查加100例概率性诊断加治疗，希望未来会用做好更较侪患者。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